Hello， 各位小朋友，我係賢 Sir， 今日會帶領大家展開連續21日嘅運動挑戰。今日大家參與嘅活動叫做激發營動合力運動。世界衛生組織建議，5至17歲嘅兒童同埋青少年咧，應該喺1星期裏面平均每日累積至少60分鐘嘅中等至劇烈強度嘅體能活動，簡稱 MVPA 60。恒常嘅運動習慣可以令到大家變得更強壯、更有自信。挑戰前先同大家睇下啲咩道具用。每位同學仔都會擁有一個挑戰盒，裏面會有指示卡、任務卡同埋記錄表。第一樣就係指示卡，上面簡單講解咗呢一個運動挑戰計劃。第二樣就係任務卡，上面會寫住你嗰日需要做嘅運動挑戰。第三樣就係記錄表，分別有個人制同埋有班級制，俾大家用嚟記錄住你嘅挑戰進度，追蹤住每一日嘅成果。而家我哋開始熱身啦，熱身非常之重要，可以幫助我哋預防受傷。首先第一個動作咧，我哋會做開合跳嘅，咁一陣間我哋就會兩隻腳跳起打開，然後咧闊個膊頭，咁我哋雙手會打開喺側邊嘅，然後就會雙腳跳合翻埋，雙手會翻到去身體側邊嘅，咁我哋會做20秒嘅，咁我哋準備好之後一齊開始咯喎，3、2、1，開始。嚟緊第二個動作，我哋會做一個上肢嘅伸展。呢個動作我哋會做20秒。我哋雙手向前畫完，幅度越大越好。第三個動作，我哋將會做一個下肢嘅伸展，咁我哋雙腳一齊去做，會總共做20秒嘅。咁我哋雙手咧就會叉腰啦，然後提膝向內帶開，翻原位，左右腳交替去做。好，3、2、1，開始。咁多位同學仔，我哋而家做完熱身啦，正式開始我哋第一日嘅運動挑戰啦。第一日嘅挑戰咧，會做原地跑，一陣間我哋會原地提膝踏步，膝頭哥提到90度角，然後持續跑60秒。3、2、1，開始。完成咗運動挑戰嘅同學仔，記得將你嘅貼紙黐翻喺已完成上面，同埋咧再黐另一張貼紙，或者用白板筆話俾我哋知，你覺得呢個運動係容易、適中定困難？現上我就示範完啦，大家好犀利啊，已經完成咗第一日嘅挑戰啦。記得聽日都要繼續做任務啊！大家一齊堅持，努力完成21日嘅挑戰，一齊加油！拜拜。